李欢，李欢，李欢，吃饭吧。叶佳，啊？今天猪猪来了，他跟我说，李欢可能病了。李欢病了？我想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去看看他，好吗？行吗？小凤，我和李欢呢，虽然有些不愉快，但我毕竟是医生，去看看他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他不是病了吗？他病了，就不会欺负你了。谢谢你。快吃吧，吃完饭我们过去。李欢，李欢，李欢。李欢，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凤，小凤，先别着急，我给他看看。他发烧了，又醉晕了，空腹喝酒醉上身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先别着急。怎么样？实在看不出李欢和现代人有什么区别。你不是说他是千岁老妖吗？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可是仔细看看他头发的发囊，却明显显示他是千岁以上的人了。你不会是想拿他做实验吧？他不会同意的，他最怕别人知道他是古代人了，怕别人把他杀了做解剖。小凤，我只是好奇，想弄清楚他是不是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也担心他的身份暴露以后会被当成实验室的小白鼠。毕竟这个世界上野心家太多，富贵的位高权重的人总是想长生不老，即便不杀了他吃唐僧肉，也免不了被抓进实验室当成长生医学的研究。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小白鼠，一家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研究它啊？小凤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怎么会那么做呢？叶家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他的秘密，我们不说，别人就不会知道的。放心吧。先给他把药吃了吧。来，
真希望他能早点好，估计找几个美女来陪着他就会好的。小风，这不公平。你为什么不希望有很多美女陪着我呀？想得美！真要杀了你！李欢，杀了你！哎，李欢，杜律，别动，别动啊！真要杀了你！你别动，好好休息。小风，今天就和李欢做个了断吧。我在车里等你，记得把钥匙给他。李欢，你以后别再找我了。我现在跟叶佳在一起。你现在跟他住一起吗？嗯。他对你好吗？很好。峰峰，我送你一件东西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答应过送你这件衣服，我第一次送你东西，希望你收下，就当是朋友送的吧。我不要。你一定要收下，不然的话，我终生都会不安的。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我不要。我所有的东西都有你的一半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财产，里边有你的稿费，还有我的片酬。你的东西，我不能要。我所有的东西都有你的一半，哪怕以后是100万、1000万，也都有你的一半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吗？我答应过你，我说我会努力赚钱，将来我会成为中国首富、世界首富，我一定可以做到的。
你答应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得到吗？我做得到。你干嘛要装出一副情种的样子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能记得对女人的承诺了？当初你答应冯妙莲，立她为皇后，结果呢？你把她打入冷宫，又打她又欺负她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演戏演多了吧？以为自己真的是情圣了，是吗？你要做戏，就做给冯妙莲看，不要做给我看。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芳芳，你走吧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情势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